學塔羅占卜有乜嘢好處呢？同學咧，通常嚟塔羅工作坊，我都會問佢哋點解會嚟參加。差唔多每一次，大部分嘅同學都會答想體驗同埋學習塔羅占卜。但係當去到問學習塔羅占卜有乜嘢好處嘅時候咧，發覺原來好多人都冇諗過嘅。大部分參加者一開始多數基於好奇心，有好多話甚至未真正體驗過真人一對一占卜，最多只係聽過人哋話好準，所以想先嚟親身體驗一下。邀請已經學習緊或者有興趣學習塔羅牌嘅你哋留言答下，你覺得學習塔羅占卜嘅好處係乜嘢呢？好啦，我而家分享俾大家聽啦。第一，提升直覺力，幫助自己日常生活做更好嘅決定。第二，了解人事物背後嘅心理同互相之間點樣影響等等嘅關係，令自己變得更成熟同埋得到個人成長。第三，喺唔同嘅活動中將會變得更受歡迎。塔羅占卜可以令到你認識新朋友，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工具。第四，塔羅占卜係一個好好嘅創業技能，能夠幫助你賺取財富，建立人生嘅第二事業。其實仲有更多嘅，我等緊大家嚟分享或者發掘，歡迎留言話我知。留言嘅朋友，我會揀一啲最好嘅答案，贈送最多3個1對1占卜嘅名額，大家唔好錯過啦！記得做齊以下3個步驟。第一，留言你覺得學塔羅牌有乜嘢好處，唔可以重複我講過嘅內容。第二，追蹤我嘅專頁。第三，讚好呢個貼文。私信我你已經完成嘅截圖，抽中嘅朋友會稍後通知大家。記得追蹤Mandy，下集見。